花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详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你送我的花，感谢你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亲爱我亲，总是相爱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千般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我酸，风我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收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妈，去啊！真正去啊！爸，今天爸叫我来找你。看咧，今天因爸来哦。伊想要去赶乡顶啦，还要去做桥的工地。姊妹啊，你莫伤心啦吼，我有代志要去找阮当处长，我先来走。爸，你是安怎啦？去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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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你若是这样，上去啊啦！你出来你也去啊啦！啊！哎呦，爸，哭的比我哭的搁较歹听。你甲我骗，你哭得偌好听，无你哭一个好听，我听看卖啊咧。爸，人死不能复生哦，你哭嘛无路用。我知影啦，知影就莫伤心啦。我唔是伤心啦，我是心痛啦。爸，想袂到你对春阿姨啊感情这么深哦。对啊，遐尼久啊，我你莫讲啥，咱拢我对你感情遐尼深。是啊，若无你哪会哭到安尼，还搁讲心痛？我靠哦，我心痛，不是为着春兰啦，是为着我的钱啦。啊？刚才对不起我，走去就走去啊，又袂到我倒转来甲我开这条这大条的医药费，这个查某实在抢我真够。爸，无要紧啦。什么都无要紧。我本来往收留伊哦，是想讲老来当好有一个伴，嘛敢要讲三不五时咧寂寞的时阵，就讲去行迄个地点啊阿公店。爸，你去地点啊阿公店的代志袂使讲啦。对。想袂到讲伊转来我开这条遮大条的，连针都无针着，就安尼做伊去。哦，这个查某心肝有够歹啦！爸，刷刷去啦。什么来刷刷去？迄药费迄条偌大条的，你知？还佫有安装费咧？我可怜啊，我可怜我的钱啦！我心疼我的钱啦！哎，不要钱，我打不到这样，来不及。大师弟，大师弟啊！好，来，老公。
阿弟啊，你来真拄好，我是来看造桥的工地啦。对啊，另外我有个代志要甲你讲一下，什么代志？关于家港甲阿妹的代志。是啊，阿弟啊，听家港的弟咧讲，你咧破坏伊甲阿妹的感情是无？无啦，无这代志啦。什么咧无？你嘛较拜托咧！啊，你走去阿妹因兜，明明就想要进水楼台咧笑笑阿妹啊！阿爸，伊唔知甲阿妹讲我偌济歹话咧，阿妹怎么不会操我呢？家讲诶，安怎？你莫黑白讲话啦。我讲我袂讲，啊骗我这种大帅哥缘投安尼，我拍车就偌高咧。阿妹哦早就骗我才来啊啦！好啊啦，恁两摆在咧相争啦。阿弟啊，我拄有听乡长讲，阿妹确实是个好查某。我也希望讲，你会当帮忙家港啊，互伊娶一个好新妇。你也莫搁叫阿妹啊啦。是啊，阿弟啊，难得吼，更会用全心全意爱着阿妹。我甲伊若放吼，拢希望你用成全伊，还用娶着阿妹。安尼吼，你才袂亲像过去共款，像小狗安四界有噪音啊。我小娜，你无要答应要继续拍阿妹对吧？你安尼拍人兄嫂人啊，安尼敢对？阿弟啊，我一向拢对你袂歹，啊当做是讲我的亲生囝同款。假使你嘛无帮忙家港啊，安尼是对不起我哦。好啦，当司令。安尼就好啦。乡长，我这两代志再拜托你吼。我问题，小姐，我拄啊为阮兜出来吼，已经约阿妹因大家手机啊，让阿妹来阮兜食饭，是煞介绍恁熟识。好。你讲阿妹因大家叫手机啊？是啊，手机啊无唔对啊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是讲阿妹因大家叫手机啊？是四串？是啊，无唔对，我做错手机。阿爸，迄阿妹因大哥你熟悉哦？熟悉啊，熟悉啊？无熟悉。我哪有可能会熟悉迄个查某啦？小姐，我即马时间无早，即马赶紧来阮兜食。兄弟，真歹势，我台北临时有一摆代志咧，啊无连讲连讲，无喏，小姐，啊我著甲手机约好啊咧，啊我著买支手机啊你。啊？连讲，我这无时间去咧，连讲见面，哈。好啊，阿妹啊，你看妈妈安尼有好看无？哇，什么遮好看呢？实在有够水的啦！我是查甫人吼，一定叫你买甲死死红去。真实的哦，当然嘛是真实的。哎呦，搁看者，我看迄家港因爸吼，一定会去杀着你的啦。绝对的。你讲啥？家港因爸？对啊。啊，今就是乡长要请因爸食饭嘛，啊，邀咱两个做陪啊。阿妹啊，这家港因老爸是叫做什么名？我听人讲，哦，对啦，赵万来。赵万来，这是伊。妈，伊敢真是你以前的男朋友啊？唔是啦，唔是啦。妈，啊无咱嘛好来去啊，好。妈妈吼，啊，感觉冰冰涩涩叫，安尼啦。因为我都去乡长兜食，啊，小等你敲一个电话甲乡长讲，啊，妈妈即摆休困吼。妈，奇怪，啊，妈妈哪会突然间？啊，什么代志咧奇怪？对妈，啊，拄则就讲我要去乡长因兜食饭啦。啊！叫伊一听到家港因爸的名，当什么代志奇怪爱你管哦？我早就讲过啊，我才袂甲你这种人讲话。就是我爱甲你讲话哦。当然咯，我吼也毋是恁水花啊。真歹势吼，
啊，我嘛唔是假讲的吼。奇怪咧，嘛一听到假讲因爸的名吼，啊，都不爱去乡长因兜食饭啊啦，讲伊两个无关系哦，真怪。嘿，啊，假讲的因爸吼，听到母爱的名，啊，就找一个借口，讲要转去台北。我看吼，这假讲的因爸吼，一定就是妈妈讲的吼无良心的查甫朋友。我看吼，母啊，一定是假讲啊，因爸较早的女朋友。一定是安尼啦。也毋过妈妈，喂，当你是坐啊拐创啊？你个边仔的啦？小姐，是你先坐过来呢。什么我坐过？明明就是你坐过来。是你找机会挖过来，你甲我诱拐的呢。啥？你这是在讲啥？好啦，莫紧生气，当作我无讲啦。哇，你定要想一个办法来证明这件。我若有办法吼，我一定要甲因两个斗做伙，杀一堆，后摆哦做一个老婆。不过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有啊，什么办法？你先讲。你即摆吼细汉咯，甲妈妈骗来台北，啊来看假假因爸。啊，明仔载是拄好礼拜呢，咱带母吼来去台北佚佗，啊，我再找一个借口，讲要找阮朋友，啊，然后吼，因两个咱就甲杀做伙，赞吼。对，就安尼办。爱找母啊？当你是搁坐啊拐创啥？坐到边仔的啦？哎呦，是你先坐过来呢。你是讲我即摆要讲英语念？家己心内知影就好啊，就搁讲。喂，团长哦，我是阿妹啦。嘿，是安尼咯，阮妈妈今仔临时有代志吼，可能无法度过互你请呢。嘿啊，歹势吼，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，雄雄干杯。甲你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哇，你看头毛够歹的，敢拄啊去互假穿假款。嘿啦，恁做伙啊吼，安尼二厂上拢上水，我就是过要安尼啦，安怎？好啊啦，来去啦。阿妹，假讲啊，你搁想要来国家？无咯，我唔敢。小姐嘛，我来找阿妹啦。阮阿妹无闲啦，因两个吼要陪我来台北佚佗啦。啊？行，咱来去。阿妹。哦，这条车唔正经，这无意思。拄在带阮阿爸要我斗相共爬阿妹，叫我带阿妹去台北佚佗。大家注意啊讲。这个查某实在心肝有够用，害我安尼开遮多钱，还佫无爱加我几年啊！无我嘛加减经一撮粪肠啊！爸，爸，迄观察店的头家来啊啦，伊就是阮爸，就是伊哦。老先生啊，莫伤心啊啦！人生自古啥人袂死，这条路吼，每一个人拢爱行啦。来，早晚娘啦，来，头家啊，哦，你开棺材店，佫兼做西装哦。甲你问一个吼，较事实安尼啦吼，你肩胛吼破肚都2尺，啊你身悬吼5尺8哈，啊你有要记用无？有啦，上好明仔载就要爱啊啦。哦，明仔载，啥？明仔载哦？你哪遐多啦？头家啊，你到底是做什么正头啦？哈，啊你算迄个准，明仔载你就带起来。对啦，啊我就钓迄个是，我钓什么镜头？嘿，我爱棺材要创啊？嘿。
你即摆是要甲我拍滴水款呢？无，恁爹讲的啊。爸，是你叫我请刮茶店的头家来量身材，这是你讲的啊。哎呦，娘你去死啦！我是叫伊哦来量春兰的身材啦。哦，你敢若袂输食我早死的款呢？不好囝，不好囝你啊！你也无讲清楚啊。安尼就加做一副客起来嘛，无要紧，较免你后摆啊无主波动起价啦。嘿，有影咧吼，迄订一副客咧，死囡仔，死囡仔，有人迄个刮茶订了我起价哦。那会袂用是？迄无定着过几工哦，你就用袂着啦。这下做一减二个，蒙哪减这个。蒙你去死啦！蒙你去死啦！你是不是在救场我咯？怕你死！我爸莫怕啦，莫怕啦。头家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！哎，春兰啊吼，伊即摆伫咧殡仪馆，拜托你去殡仪馆甲量一个啦。哎呀，我来去啦吼。哎，头啊，假使你若随时若需要吼，再甲我通知的，我甲你拍八折。上鱼汤。呸！拍滴水！追尾啊！这边追尾嘞！这条顶啦！追尾啊！哎，我讲，这个唔正经吼，移情别恋啊啦！拄则吼，阿妹两个手牵手，讲啥物陪手机即嘛去台北佚佗，无得讲吼，下暗就住喺饭店，好势啊！什么啊？真是有这个代志哦？哎呀！哎呦，我明仔恁是会调啦，行，咱即马就来台北找，行。我来台北站旁边那吹啦。先来，追尾！阮今年才18岁，想的梦的哪会有两个？咱自当创到社会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伤害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一段路，亲像一阿弟一定会当的。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，无论心外酸，风外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陪？莫问遐尼多，无你的一切。不愿想回，不愿想做，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伊对我去买名单，一定是要送我加工。伊买迄别针，一定是要送我最贵。请恁搁稍等一个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敢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阿弟啊，亲爱的，哎，阿哥啊，来，阿哥啊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咧真卡林的客户。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这是因新妇啦。欢迎，姓谢啊。来，哇，这啦。阿哥啊，当水电去，我想麻烦你请伊出来一下。阿弟啊，啊恁朋友是咧创啥的？伊哦，伊咧开建设公司。母啊，我甲你讲，伊若看到我这个朋友哦，包你介意的啦。阿弟啊，爱姓啥？哦，伊姓赵。姓赵。阿弟啊，嘿，啊，想要到你这里间倒来吧？嘿，老师你好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哈。
手机啊！慢来啊！哎呦，董事长，哪会这么拄好？你较早就熟悉阮客户。是啊嘛，原来你早就熟悉啊。无唔对，阮早就熟悉啊！董事长，我无想要搁见着伊啦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几球，等你等甲毋敢记太阳球，别人敢有可能亲像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，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